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37集。我是小张。一开始，小张要先来甲各位请安一下。你食饱未？这个字伫文册内底有记录，爱读作饱。但是不管咱是倒位的人，讲什么款的腔口，咱拢是甲读作饱。真清楚，伫凹甲啊这两个韵母中间，一定有一个关联性。咱这集就要来甲讲清楚、说分明。顶一集咱有讨论到一对互韵，嘛会使讲转韵的韵母，就是凹甲啊，这三字拢会使读作口，但是伫咱台湾话闽南语的白话音内底，咱拢甲读作卡。另外，阁有这两字正口倒下的口，伫白话音内底就会使读作卡下下的卡。教育部甲你教，教是文音。教是白话音，凹甲啊互相转韵的咧，除了这五字以外，敢也阁有，当然嘛有。这集咱来讲较清楚咧。慢请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，这个字一般来讲，咱拢读作教，比较的教，是安怎你会使甲读作卡？啊好，这集咱就对这字开始讲起。咱来看这个字伫韵册内底安怎写，伫公文内底写安尼。高校册，音教，以教通，比教也，又略也。这个字一开始咱就捌讲过啊，文音读作教，白话音读作教。当来讲这字主角，这个字的文音嘛是读作教，白话音转韵了后嘛是同款读作教。过来，伫闽南语内底，高甲科这两个声母时常会使换来换去，所以教。嘛会使读作卡，音就是安尼来的。哦，有道理。啊，敢也阁有别字？当然嘛有。咱继续甲看落。咱即马来看这个字，伫公文内底用口交切，伫词月内底写安尼，日念也；伫正文内底写念念不通，口交切就会使读作口，啊，这是文音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会使读作卡。同款，高甲科这两个声母时常会使换来换去，所以这个字嘛会使读作加，塑胶的加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，凉亭仔骹迄对翁仔某才拄结婚尔，两个人伫遐轻声细细，卿卿我我，如胶似漆。这个字就是读作加。咱即马来讲这个字，伫韵册内底用刀校切，音读作斗。但是伫咱的民间，拢读作教，第三条的教。伫拟雅内底写字呀，伫书内底写教者，自愿离字呀。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教，第三条的教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读作教。即马来举例说明，小张伫节目内底有喙讲甲无烂，咱就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有听到无？咱阁来讲另外一个例，阿仁讲话足好笑，害我笑甲巴肚痛。这字假就是这个用法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伫公文甲正文内底用古口切，伫集文内底用结口切，音读作教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会呀，伫乐篇内底写绕呀，伫公文内底写负呀，古口切。文音就读作教，第二条的教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读作假，第二条的假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，暗顿食的迄碗面可能有问题哦。即马巴肚一直假，这字假就是这个用法。即马这两字小张写作安尼，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会使参考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2集。搁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伫公文、集文甲正文内底用古下切，音读作假，第三条的假。伫说文解字甲公文内底写饲啊，这个字有较特殊淡薄啊。安怎讲？咱来看这个文音用古下切，文音读作假，转韵了后，白话音读作教，第三条的教。甲拄则讲的迄几字拢无共款。文白音拄好颠倒头，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小张，你的论饼教要教导官无？这字教就是这个用法。
咱继续来讲新的字，这个字伫韵册内底用子、孝、切读作走。说文解字内底写神也又仙也，子、孝、切文音就读作走，第二条的走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读作早，第二条的早。变调的时阵，就要对第二条变第一条。第一条对应的就是西的声调，所以早变调了后，就要读作早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小张，你有食早顿无？这字早就是这个用法。咱继续来讲新的字，这个字伫集韵、韵会甲正韵内底用龙、刀、切音读作老。伫集韵内底写呢，丁处越老，言木集最终出物也。龙、刀、切，这个字的文音就要读作老，第一条的老。转韵了后，就要读作拉，第一条的拉。变调的时阵，就要对第一条变第七条。第七条对应的就是唱的声调，所以这字拉变调了后，就要读作拉。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哪会插一粒水饺，顶底搁拉看有无？这字拉就是安尼用法。咱继续来讲新的字，这个字伫集韵、韵会甲正韵内底用铺、交、切音读作抛。伫讲韵内底写呢，足抛地也。铺、交、切文音就要读作抛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要读作趴，第一条的趴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小张一天到晚拢伫外面趴趴走，嘛会使讲伫外口趴趴走。这字趴就是安尼用法。过来，咱来讲这两字，这两字共音，伫集韵、韵会甲正韵内底用披、交、切音读作抛。顶一集内底，咱就有讲到这两字，难拍就是写这两字。伫汉典内底有解说，伫咱的身躯顶悬，若是有小可碰举起来，搁软软的所在，就会使叫做拍。这个字用披、交、切，文音就读作抛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要读作拍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炒菜的时阵无小心，烫一个碰拍，这字拍就是这个用法。既然咱都已经讲到炒菜啊，袂使无来讲这字。这个字伫集韵、韵会甲正韵内底用炒、搅、切音读作炒。伫集韵内底写熬呀，炒、搅、切文音就要读作炒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读作炒，甲这个字共音。咱即马就用这个字来举例说明。俺隔壁戴一口罩，暗时讲话足大声，实在有够吵。这字吵就是安尼用法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讲韵内底写记、交、切音读作交。伫拟雅内底写呢，三类离交、交、记、交、切文音就读作交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要读作加，第一条的加。变调的时阵，爱对第一条变第七条，对应的声调就是唱的声调，所以这字加变调了后，就要读作加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，这支山是咱附近第一行的山。咱即马来讲这集内底的上尾一字，这个字伫讲韵内底用刀、教、切音读作斗。本意伫说文解字内底写保鱼器啊，刀、教、切文音就要读作斗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要读作打，第三条的打。变调了后，就要变第二条。第二条对应的就是虎的声调，所以这个字变调了后，就要读作打。咱即马就来举例说明。伫水经注内底有一篇叫做《易水》，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含烟打雾。看古早人有够写无？这字打就是这个用法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小张过去这段时间一再强调韵母会使互混，会使转韵。第二，后甲啊就是一对会使互混、会使互相转韵的韵母。第三，顶一集内底咱讲5字，拢是后甲啊会使互相转韵的字。这集咱搁讲15字，拢总来到20字。第四，
小张今日用的这套是科学的方法，咱会使利用台语汉字的文白音之差，配合转运的规则，用文音去找白话音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